这是波兰的蛋糕Würzburg，传统的烤的水果巧克力。How much？ 有一个巴士3个230，4个3。嘿，哪一种你喜欢？没有是什么？芒果。芒果。这是招牌，苹果跟柠檬 ，Number One。多少？4个300一个巴士，4个比较一点点便宜。谢谢。谢谢。波兰的蛋糕我做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安杰。嗨，你好。她是我老婆，我的爱。Cześć, nazywam się Andrzej. Przyjechałem na Tajwan, mieszkam tutaj już 13 lat. Przyjechałem, bo poznałem moją żonę. Sprzedajemy ciasta, robimy je sami w domu i sprzedajemy w Dolnej Jeszy. Mamy fajną rodzinę, mamy 2 córeczki, mieszkamy na wsi, jest tutaj po prostu pięknie. Wspaniali ludzie, jesteśmy zadowoleni. Pozdrawiam. 我们刚来，其实这个地方不好找，可是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住在这里？ because 我爱这个temple外面那一个你看到，在 city 没有很高兴，在这里我变快乐，有很多树蝴蝶，我知道有很多蚊子不一样的东西，从蜈蚣很大 ，sometimes 在我的睡觉位置我拿着 ，sometimes 要我，我喜欢，我爱 nature。 在这里要切掉比较漂亮。那你切不漂亮的啊？你看这个干干的，可以切啊。可以切。对啊。我说没有问题，慢慢煮，慢慢做这个面，帮我做这个 top， and 我做这个 this way 化分子 I making 可以 live with good quality。 I like old things, special, I don't know. My mind, this changed to old time. I see this, how old time people live. I imagine about this. Why I live in jungle? Because beautiful. In city I am lost. Łomilule. Zoltan budział hał. Zoltan laule gogo. 我没有买狗狗，人不喜欢我拿着。我快一点拿走给他说变漂亮。哦，我要给你看到鸟，这个鸟，猫咪拿走全部鸟小孩杀掉，但一个鸟没有杀掉，有肚子开的，这个全部下来。 慢慢给他，我看到他要吃，我给他吃。他小孩小宝贝的 step， 他变漂亮，他是我的小孩。之前他还会叫我的名字，凤佳，然后叫我女儿的名字凤璇，然后现在我们常常叫那一只猪之后，他现在就讲说，我给他葡萄，烤猪，我给他葡萄。这是树雀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 在这里现在我有很多老的东西。哇！我买这个东西在台湾13年。这个刀子 ，this is last king, Zhongguo king. After Chiang Kai-shek, soldiers use this king to fighting. This is original. And the second. This Honsede army, Nadzo, this Chiang Kai-shek army, and making only Minzi, but production this is Chiang Kai-shek. 这个他都可以看得出不同了。我老公去动的个古董嘛，东西有绣好，然后系文化，总得从垃圾穷人丢掉，哪有朋友穷人有东西的冇爱啊，都会问。
啊，保姆应该落去到处去啊，去看，哎嘛饲到了着股东就伤心嘛，动就离死，啊，爱饲甲去老，哎嘛就卖动爱饲甲种些东西，嘛也不错。哦，摇了，摇了，有啊，有花啦。这一区的话都是柑橘类啦，然后你看到那么大颗哦，都是皮，里面没有肉。摸肉，其他种的其他是还比较健康。This is my wife. 这是紫苏，我的最爱。这个不只是一种香草，还有一种回忆吧。它是台湾的 witch，yes。从小做生意甲爱妈妈煮菜嘛，袂用了。本身是喜欢香草的，所以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书。这个是吗？是叶子啊。我每次都笑他是橡皮，因为啊，他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专注了，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。我冬天我没有内裤，我切草在这里，全部咬我，你不知道。我洗澡全部下来比较好。免疫了吧？传说中的2个女儿，是吗？我是龙凤璇，那这位是龙新月，这是我的2个宝贝女儿，然后他们等一下就是他们的例行工作，其实也还蛮好玩。他自己喜欢那个鸟，所以他都会拿一些水果给他们吃。对，龙轩，干嘛？快点呐！我在拿葡萄了。5年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哪一只叫什么名字？红金没有看得名字，出来吗？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。这只叫什么名字？虎皮，它是土鸡，它是土狗混柯基，所以就叫土鸡。你们会跟狗狗一起玩吗？会啊，他会跟他玩鬼抓人。我跑的时候，他就会来追我，然后他抓到我，我就要去抓他，然后他就会跑。常常跟那只白色的玩。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好玩了，好玩了。我生在Kraków，在 communist system， but 我们不喜欢 communist system， 现在变好一点点。Kraków old city， 在 Kraków live king， 我们家人 fighting for king all time， but 现在没有 king。This is beautiful city， 很多外国人来要看到 Kraków， 很漂亮。就是他们有一个传说故事是。只有在他们那一个南部那个克拉科夫有龙。我小孩我去这个龙的家，我不讲了很多天，妈妈不知道在哪里把我这个龙的家，等下这个龙来了拿我。他在等龙来带他。我是龙的小孩，我是波兰的龙的小孩。所以他希望他的名字有一个龙。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往外走，去流浪。我的爸爸的姐姐住在日本，我的位置不是在波兰，我去 to East， I want to go to East， 我知道我的老婆 is in East，because 没有办法走很快，我拿老的摩托车 BMW 1939，我去乌克兰、Rumunia、Bulgaria、Turkey。那你在
这里是封家之前，你有来过台湾吗？我去台湾 because 我看到我的老婆在天龙国的时候，我很多看不一样的国家的。他说为什么你没有看台湾？他说 OK 来，我给你看。我来了，我们一起。当初我们会认识，是因为那个我们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。就上时就用因寄信本来就看一下。无每支写信咧本来，爱电就开始写，发现到爱电喜欢的东西好像差不多，因为他都一直讲他旅游的经过，然后我那时候我也蛮喜欢旅游的。甲下去咧台湾3个月，来出去看台湾出去去花莲、太鲁阁，去冻粉鱼去水里看个石头，你无像袂跌下来。太鲁阁。对。我喜欢 this type place where people don't can go。这是很麻烦做，这个可以失掉，我喜欢。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，2个人其实这样相处也还蛮 OK 的，然后就结婚了。其实我不是很传统的人，是那种离经叛道，然后又是我会想要做老朋友某强人的代志，我就老去强行就起到动身起某强人的世界。我甲老去转去花莲嘛，我爸其实想讲，我原因起码就翻路啦，毋过去某讲，去就讲好啦，你饲到好就好啦，无会就中意。开始其实某了解去，毋过起嘛毋会把他当作外人看，从因乞丐声音的强，就是打开自己的心就是说什么好东西，你来看，然后就给他喜欢的都给他。I don't can believe 他失掉。他有 accident， 没有办法。我很痛 ，because this is 一个人，那一个我爱一样我的家人，他真的很好的。那你现在喜欢台湾，会不会就很？我爱台湾，不是喜欢，你不知道，在台湾没有办法住，没有爱台湾。这个 government 没有不好在台湾 ，OK 啊 ，give people little freedom。所以你们中餐就会出去对，因为工作的时候就很累，就会平常会想要懒惰一点。我看在台湾很多位置，但在大溪 I feel how in my home。这是我的家，没有很快一点，然后慢慢你看。热，然后又冷。阿姨，你好。这家是我们最常来吃的，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它的那个菜色，因为有菜有肉有饭，一锅就搞定。其实一开始他们喝那个年糕汤，可是喝到后来有试吃我的那个拌饭，他才知道，拌饭好吃。然后现在大家都吃拌饭了。是，我喜欢。第一个我们来了，我是吃很好吃，我喜欢一个礼拜一直吃在这里。你好，老板。你的东西很好吃，我们来了。那个陶锅牛肉4个，然后我们的都要有锅巴，然后蛋半熟，然后还有一个辣炒猪肉。你运动吗？没有。不可以，我们很运动。我很想。你们很熟是不是？对，算蛮熟的。对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5年前，我还记得那个是12月17号，礼拜3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中午12点多就只有他一桌客人，我们上完菜，闲话家常聊完了，因为他们算常客，聊完了我就到厨房拿了小菜要去弄，走到
前面的位置，我就整个不省人事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你的嘴巴，真的很累。I thinking 没有办法。1 second， 你开眼睛，说 OK。第一次被一个外国人亲嘴巴。没问题。I don't thinking this is 先生。I thinking 是人。我不知道你现在我们朋友。事后想起来是有一种甜蜜，带点酸涩。我谢谢。朋友。哎，我们没有点这个。老板假装点错。老板故意点错，然后给我们加菜。老板人太好了。因为当初那个老板啊说我们是救命恩人，他说哦以后你们来吃饭我都不要收你们钱，可是我们觉得没办法，因为你是做生意的，你还是要有收入啊，像我们也要有收入嘛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做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吃免费的。这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老板就会想尽办法送这些，送那些。我不要他给我东西 ，because 他有家人，他要给食物家人。今天都打开跆拳道，他们很期待，他们每天都要念说啊，我今天想要去，我今天想要去。哦，他们现在已经到黑带2段了，他们3段以后就可以当助教。你老公很支持他们学这个？对，他觉得女孩子如果会武术的话很好。你看以前还有婴儿肥的时候就来学了，你看好可爱，那脸还肉肉的。他大概4、5岁而已。其实那时候刚来啊，他有一点点不太适应，因为面对这么多人，然后一开始他其实还蛮害怕的，然后也是慢慢引导他。现在比较很好。My baby practice fighting from 5 years. I give them because I want they don't scare how it's dangerous situation in street. They know how to fighting. Kunchen, you like practice this? Nishipan fighting? Because they let you join that before, right? I go before, only don't have enough time because I know how to fight because I fight in street. If you don't go good fight, you have Jaczy Podiale in Poland, Pidzy Podiale. We have cultural fighting. 等一下。其实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，然后就觉得啊，好啦，那他们就来学。学到后来，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。有时候有事情啊，我们在来送口，家店都会念，我想我去送口。如果学一样才艺的话，就专心先把这样学好。那我们这个差不多到了一个阶段，我们再去找另外一个可以让他们学习的东西，对，这样才不会分心。开始。他们平常在家里无聊没事做，然后来这边就可以玩一下，练习一下。那你喜欢吃这个？喜欢，还可以。
我不喜欢跟他对打，每次我都会被天地受伤。那你最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打滚，比较喜欢打滚，还有打心法比赛比较好。可是因为他是比较高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踢后踢，我也不能踢后踢。因为他每次踢的时候，他都会反击，然后他的弱点是后卫旋，他的弱点是反击。所以我觉得练这个很辛苦啊。是很热。好玩的。早安。走，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秘密基地游泳，去泡一下。哦，觉得这个夏天真的是热到爆哎！只要有时间的话，我们都想要去泡一个凉凉的溪水，可以看看小鱼，去冲冲瀑布也不错。那个瀑布这样很像 SPA， 虽然游不太过去啦，会试着游过去，然后再一下子就被它冲走了，是蛮好玩的。小孩也很爱，很期待。去秘密基地将近1个小时，我1个小时。但是我们就是乱绕哎，就觉得我们会常常看到有一小路没有去过的，我们就进去绕，然后绕绕，发现有秘密基地，只是真的就有点远了，不然真的其实很想每天去。那你们不会觉得危险吗？危险？对啊，反正游泳圈。那你们有因为这样子受伤过吗？就是比如可能跌倒啊，或者什么？我有时候游泳会踢到石头，对，是踢到石头，脚趾痛。我有时候连环水然后踩到那尖尖的石头。对，所以我一定要穿一个那个鞋子，不然真的没办法走路哎。所以他们也很厉害，要赤脚踩。对，小时候都觉得没感觉，一个没感觉。哇，今天的胡椒号。心愿已经第一次，他不需要游泳圈，然后自己游，很厉害。妹妹可能她还有一点时间，可是她应该也会很想要跟姐姐一样。姐姐妈妈今天说你有一个大进步。嫁给我老公之前呢，我们顶多在溪边这样泡泡脚而已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觉得危险。然后可是我老公他就是觉得啊，你游泳就是要来这种地方游啊。
然后就慢慢自己也想说试试看，就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小孩上课喽！护手小姐，来。课本拿出来，一波接着一波，充满各式各样的音符，就是少了休止符。对，好，继续。我听着海洋在风倒，那时屋子里人如潮水，一波又一波。你就顺着，像一般申请的话，就是要准备申请书。那最主要其实是看你的教育理念，对，然后你希望你的小孩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然后把你的想法写出来，把它变成一份计划书，还要列说你在这段期间你会怎么执行。比如说像我会列课表，我不会分说多细的几个小时，因为我们时间比较弹性，所以我们会分上午跟下午的时间。那其实课表只是大概一个大纲，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对做变化，其实这都是可以的。只要一个学年，你就找时间把那些课上完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对，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像学校这样一定哇，那这样就很累，小孩也累。其实是有旋律的，大海的旋律你要赶去哪里？有时候温和，有时候狂。像如果说你想要申请自学的话，那其实还是需要挂籍在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就是你户籍所在地的学校。就像我遇到这学校，就觉得那个老师都超级热情，他每次有活动会告诉我，然后会邀请就是新月去他们班上，他们同学都超热情，说啊新月来了，新月来了，很开心，然后每个人都要跟他聊天讲话，对，因为太热情了。你那时候不是有闯那个啊，有用筷子夹什么球，对不对？夹弹珠啊，然后我夹很快，对，一下子就夹好。他们会很羡慕吗？他们有跟你讲说他们好羡慕你在家哦，有吗？道馆是有啊，曼乔也说好好我在家不用去上课。我们可以10点再起床，不是12点再起床。他说好好哦。对，我觉得小孩要睡饱，才有力气学习，才有精神学习。其实像要坐在这边上课，其实一开始真的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在外面看一些动物，对他们来说比较有趣，所以一开始其实要他们这样坐着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啊。我喜欢星座。都喜欢研究星座，对，所以我也有找这相关的书籍，让他就是在课外的时候，对，你要有兴趣的东西，你就会愿意花时间去了解、去研究。跟小孩自学啊，我觉得其实收获最多的好像是我虽然是他们的老师，可是说真的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我也觉得哇。其实自学是真的是跟他们一起学习，而不是说只有我教他们。对，非常贴心的老师。哎呦，水动英文啊，都会讲啊，家己摸通好，用办让别人相处。我讲其实嘛唔会啊，我哋嘛唔会当去管住无空，我哋就来去，首先会拄到朋友啊，声音呢嘛。走在从我的跟别人的应对当中去学习，自学这个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挣扎，因为就会怀疑自己做得到吗？其实自己的学历也并不高，不光是自己，然后周围的人也会给你压力，自己也会犹豫挣扎。可是老公在背后一直支持说，要做，可以做，可以试试看，为什么不行？这段时间来是。我们今天要烤肉，你是爱你狗？我们家人，对，叫做吕礼豪。我来台湾，我没有钱买第一个我的烤箱，他帮我买我的第一个烤箱，他给我钱，他说没问题，他给我们买这个烤箱，那一个做蛋糕。
不会是无法度接受讲，咱无爱甲个外国人啦，嘛毋知讲甲外国人摕上等两半天，嘛毋知讲甲不卡加四两半天嘛毋知啊。突然间听到说哈，咱无会教嘞，咱无法度啊，咱落袂到外岛俩，咱就离开法院啊，有公证，咱爱就走证婚人。没问题，慢慢烤。对，慢慢烤，这里火很大啊。洗澡。洗澡。当初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了，可是又决定要结婚，所以就用公证的方式。然后哥哥就帮我准备一个简单的酒席，就当做喝喜酒。创业也都是哥哥帮忙。那时候说想要做蛋糕，然后说要买一个烤箱，那因为烤箱真的很贵啊，很贵。专业烤箱真的非常贵，而且不是买烤箱就可以用，因为那个是公寓的房子，摸台田啊，该田墙水，2磅也田，它烤箱是田动台啊，墙水台哦，该墙台台摸法土，我要慢慢来走一段啦。对啊。因为妹妹也算我从小带大了，说是妹妹啦，有时候觉得也像女儿一样。毕竟还好啦，不是说嫁到波兰，还好啦，就是在台湾还可以看得到。如果嫁到国外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，因为你出国，你在国外你要见面，有时候很难。小朋友在这种算是荒郊野外，其实以前那个腿哦，真的是红豆冰，全部红满满的，你看起来就好像家暴一样。现在就适应了。其实人很厉害，就是他有一个免疫啊，就是这个有的这个毒素，他就会想办法排解掉。那时候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心疼？对啊，我说怎么不会给他擦个药怎么样？结果我那个妹婿就是没关系，什么都没有关系。其实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你随他，其实他可以活得很好。后来凤家有决定要让妹妹就是在家学习，你们自己做酒会不会有担心呢？曾经有跟他提过了，说这样子，如果这样以后小朋友出去可能跟人家格格不入，那实际上可能是多虑的啦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大人用我们的角度去切入，去说，小朋友怎么样，其实我们都太先入为主。说可以这样好不好？哦，讲哈，真的，也讲好，比较谢谢。我爱讲哈，去就烫毛的，我爱做咧麻痹的。咁后尾唔系既然唔系讲冇完全冇出，上次嘛会从学界跆拳道啦，嘛有学生嘅运动，我就唔使办咯。我就创条咧看住嚟讲，你看一届无爱用。过2年半，所以请来聊天啊，和孙啊，对啊，孙天孙。好嘞，我们来了。慢慢看啊，慢慢看。我喜欢这个。好啊，通通给你啊。我现在在挑，就是我们做蛋糕的水果上面会用到的，因为有时候季节转换的时候，水果就会不一样。奇异果要先买吗？啊，通通买回去啊。好了，这个就一定要用到了。全部吗？没有半箱就好，半箱。这个礼拜搞不好下雨哎。这个老板很好的，我们没有钱，他给我，对啊，没问题，一个礼拜2个，他没有问题，他是真的朋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是真的朋友，真的朋友。你以后再抓1-5每天要给我一起试吃他的食物，他的酒我喝太多。我不能喝太多。不能喝太多，可以啊，我倒给你喝啊。你今天不用做生意。今天没有，明天。柑橘类
我都会看它的重量，就知道它水分多不多，这样比较有保障。因为我们的特色就是水果，所以我会挑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水果，这样看起来才会比较丰富。你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？哦，认识很久，就是卖水果。我以前在菜市场那边，他就会去买水果。哦，10几年应该有了，就慢慢一直了解。他也喜欢养鸟啊，我也喜欢养鸟，鸟都养很多啊。他又很喜欢玩一些古董。你有去他家吗？你看他家那个，我说奇怪，你们家怎么都这些东西？博物馆，他赚钱都去买那些古董。这个外国人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，没有饭吃没关系，古董一定要买。会不会太大箱？大箱运动比较久，今天生意很好。哪有啊？这礼拜会下雨耶。这个都是整件的，给你看。这个是这个是一件哦，一件2层哦。对对对。哦。冰箱只有1个嘛，所以我们就那些水果的量不会挑太多，不够再来补，可以记在墙壁上这样。我说我有时候老板你不怕我人跑了？他说好啊，你跑啊。1个礼拜结束，平日的时候会来结账啊。有，我们今天我们有可以付，我们就会先付。他都爱买一些东西，他们好像都不会存钱，就是赚多少花多少。他都是水果拿回去卖，卖蛋糕做一做，有钱他就会来付钱来还钱啊。他早上会去卖蛋糕嘛，卖剩的回来，有时候我就看他那么多，我们就会给他买回来去送给别人啊，送给客人，客人来我也都拿给他们吃。你如果没给他买，他一样是送给别人，他都去拿去什么教养院送给人家，他还不错啦。他们做生意，他们就是喜欢新鲜。他不喜欢卖隔天的啊，他蛋糕就是很特别啊，都是摆一些水果，你看的就很想吃啊。这一款算是我老公的一个创意蛋糕。他来到台湾，其实他很惊讶，因为台湾就我们按到水果啊，不是看过的，逐种佢都会熟看啊，看个梅图样板。那按好熟的水果，那来做过2个一天冻好熟。啊，佢就试看啊，想不到慢慢，我们就是名声，就是客人帮我们打起来了。因为加一片冻冷，所以加点袂适合甜。台湾强热的，你甜的东西的某因会熟，所以爱点袂必用冻到就是点的顺的水果。有开始甲下下爱老公强下做，两三强下做嘛下降啦。啊，底下爱点其他的时间下倒咧，爱点就过2个做某按倒，啊，底下爱看篮球啊嘛晓做咧，爱底下做时间做在起价做。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把时间集中在假日，所以变成说，如果今天都他制作也去卖，其实他体力上会受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讨论一个结果，就是说啊，那没关系，我来做，然后他去卖，因为其实他的销售能力非常的赞，他讲话其实蛮风趣的，他喜欢跟客人聊天对话，所以变成说这个。对于在销售上，其实也是有加分的效果，然后大家也会好奇。好，给我倒一点好了。只有小包的吗？啊，我哋就开始就该杯子蛋糕开始做，我哋甲提前去卖差不多700元哦。用3冻粉鱼想讲啊，又卖出去冻痛，啊就搁做，啊就摆个警察咯，又讲就因打电话来啦，我无法度，我一天会来人一定讲，含摆无度了摆啦，啊，记录讲，某伊做咧市看啊，个夜市啊，夜市嘛做咧卖，像因胜利嘛冻好啊，就让咱老公就去吃嘛，就喺附近就个夜市，咱就去摆，哦，1、2点钟就买贴嘞，警察人真的很好他看我。带一个小孩，然后老公又是外国人，然后他其实
也是就是口头劝导，然后我们就赶快离开就好了。对，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。我老公也一直觉得哦，你们台湾人怎么那么好，他都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情。波兰的蛋糕今天做一个80，三个比较便宜230，四个300。好像电视有报过他的。明天是要我早上来在这里6点，现在人来了 ，before 没有很多人。14个比较便宜，11点半、12点可以买好，没问题。我回家，我一点点休息 ，because 晚上我去夜市。这是波兰的传统的蛋糕，今天做的。波兰的，don't order。我妈妈做一样的在波兰。每一个口味都一个。一个不可能。这是我第一次买的，看到比较奇特啊，所以我才买，想说试吃看看。你好，这是蓝莓很好吃。以前在中立卖对不对？中立也是13年我买，我住在大溪，我是大溪人。小时候在中立有看到你怎么？有晚上有中立，早上我买在这里。那我要那个。你要几个蛋糕？我要2个就好了。2个这个，1个香蕉。好，谢谢。I'm making cake. Before I'm making with funcha cake, but I am not old. I have 40 years how I go to Taiwan, and I don't feel this type tired. This age go to me. We're making together cake from 11 years. We changed to my wife cook cake, and I serve cake, and it's half to half. But not all, because I go morning and evening, and I have busy day, only this maybe 2-3 hours afternoon, and after maybe 3.5 hours in evening, because I must eat, wash, and another. I give all these animals food, drink, and go. This is I must wake up better early. And these 3 days for me is I don't see normal in eyes, only I am how in trance. Must do this all quickly, must do this all my 20. I don't thinking about this too much because I don't want this heavy go to my mind. I thinking about holiday in Monday. Okay, very much. 你有几个从小一起玩到大？郑明杰。还好吗 ？Maybe 比较好吧，要对我给。他是谁？他是郑明杰。哎，他是郑明杰。你们家在卖什么？好了。 In night market, everyone people keep safely each other's baby. These people security my baby. I believe they no not problem. But in Xinqiu, Xinqitian, I want they contact. You see how much baby go, and they together game. They don't go to school normal. I want they know how to together with another baby have friend, making friends. And game together and another. I special do this. And sometimes they help me, I won't go to toilet, for little time they can stay, or making for me, buy for me drink, or sometime another. They know how to change money if I don't have Lincien, because not possible go to 2 places one time, sometimes not enough. But this is teach them how to live with people, because
I like live alone, but I don't know how they like live, and they must contact with people. How much? 有一个巴士3个230， 4个3。可以哪一种你喜欢？你要吃什么？芒果。芒果。这是招牌，苹果跟柠檬 ，No. 1。谢谢你。然后他肚子哦。要吃？你要吃？然后那个牛肉也不错。2个油饭。好。一个要加酱，一个不加酱。2个都加酱。你要加吗？来，妹妹给你100。好。拜拜。多久来吃一次？不知道，1个礼拜吃个1次吧。大人，买点心。I give the money. I ask only how much is this 多少钱这个东西 and give this type money what they can buy. If they not enough, I give second time to drink to another, and they buy from themselves what they like. I won't know how to use money. I won't know this money is to use and how to take this money 多少钱. Yes, I teach. This is learn. 上去摸索伊，因为下做那栋暗的啦，啊，我下老去讲啊，你都配领爸爸去收上去去骗收啊，摸因填收，摸法度啊，咁就讲哦好啦，像爱恁啊拜日到拜四做阵去了，爱恁强下了，啊你下做先，爱恁强下做，嘿，哎呦，要同甘共苦那个意思，对。像爱恁无卡度嘿，没有秘密，爱恁就上去都大家强下讨论啊。讨论讲啊，嘛做点用办啊，想嘛做得啦，嘿，就是就系大家那种感情下好，你嘛该都讲，嘿，讲出来那种下好啦。现在是11点12分，我们要收摊了。我已经收好电线。You don't like annoying, and though I think you do laugh for your family because you working in a very noisy place in night market. Yes, this tired my mind, but I don't have another chance. I must go and sell. This is my job. Because I have family. Before I am 3 people, and I'm making my way free. I don't need making this all. I sometimes buy old motorcycle and sell better price. I making this type, don't need making job. But this time I have family and need money, and we making business. Thank you, Taiwan people, because I feel good in Taiwan. For this, they making me how a family. Why I live in Taiwan? Because I feel very good, and I feel freedom. Don't have pressure, people, because you can believe how you like. You can do what I like. I want to thank you, Taiwan people, for all, because I feel good and I want to live in this place. I don't want change. Jestem Polakiem, ale od kilku lat jestem również Tajwańczykiem. Surprise! Andre， 我要感谢的是，谢谢你让我的生活变得不一样。你带我去做过之后，我就会发现，哎，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个面向。姐姐，有什么话要跟塔塔说？
以后不要再花那么多钱买古董。家里的动物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养更多了。以后也不要再花那么多钱买古董，这样生日礼物什么的都还没买。